喂，各位村民，大家平安。伊拉等下我马布拉，布拉有注意报告。Cuma aku kirimu aja kamuku ribata gidanga susah habis azwa YouTube sa ikan jaza kamuku bulayo 不，满检查咖喱，你准备好了没有？哎，所以就是脑袋在变了，就是哎，起炸了，就是把灯塞里。那我们还是要先转场哦。姐妹们，我们播一下端午节快要到喽，所以今天就找夫妇跟我们一起，一起吃麻布。每次都是我们两个，他们会很腻了，所以我今天又找了一个特别来宾，非常的期待。掌声欢迎特别来宾 Brian。In this channel, we encourage people to speak their mother tongue. So, 就说到today， 对，就是你听得懂？对啊。哦。Today 就今天把它。Yeah, that's right. 好，所以 today,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in English? Okay, yeah. My name's Brian. I have lived in Taiwan for 10 years.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ve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15 years. And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guys to learn how to make jinafu. 哎，对，他会讲。侬怎么会讲俺妈屋里讲个不会？白酒、小贝鲁、甲酸浆液，这个拉比亚、芒草、拉比亚，所以这个 laviru lavia， 对，阿班抓查理斯鱼肉，这个我拿过去。今天是什么鱼？鲈鱼，那个山地话不知道，反正就是 fish。不久，不久是肉，通常说猪肉，但它其实是肉，全部的肉统称。好，阿拉，这是鱼头，为什么它是咖啡色的？它本来烤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烤干了就哦，所以烤干之后。然后你加一点水的，就有一点点颜色会比较深。你们的学会要给我。两手，什么？学会要教。学费两手。我们的包法就会这样子，一片，然后底下这样2片，在上面这样子。来，那个布布莱恩，谢谢。你记得他的名字？那个美国叫什么 ？Brian。她以前是平女的哦。哎呀，平时的平啦。捐一下这样子嘛，然后再来把旁边对捐收进来。very good。这里刚刚泼了，失败喽。有人要买东西。好，哎呦，你先去，我再把我先跟 Brian 练习。通常就是把这个折，对，多留一点，然后把它盖过。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就折起来。没有动了，太好了，有点松。是可以啦，反正会用这个拉比亚固定，好，也是可以的。好，我太松了。这样弯。这样。对。好，然后这样弯上来。对，这样就好了，因为你不会再折了，就这样就好了。对，就剪掉，然后你用绳子绑。好的，等一下 OK。你多大了那里？好扁哦，还是料放太少了，给大家看。新手跟高手比较。跟大家分享一个小 paper， 包的时候这个太脆了，太硬了，有没有？尾巴这边这样刮一下，这样它就会变比较软。那你包的时候就不会咔咔咔，然后这边炸出来。美国有原住民吗？美国我们用印第安人，他们是我们的原住民，但是他们会叫做印第安人的原因，是因为原来从欧洲过去美国的人，他以为他到美国了，他以为他在印度。所以他叫他们印度人、印第安人。大概这里就是拔的地方的下面一点点，然后上来，再来，就翻过来这样压，这样。
2次就好，因为你不会这样转，像我们的2次就没有再漏嘛，就可以这样。那旁边怎么用？就对，这样就这样。侧一点，然后再绕这样。对，如果你越来越熟练的话，你这样不会露出来没关系，你就剪掉，不必一定要全部。有的人会说吉纳夫是不是原住民的粽子？也可以那么说啊。可以这样认识啦，但其实也不是。端午节不是原住民在过的，白让他们会包粽子嘛，对啊然后我们只是觉得很热闹、很有趣，啊，我们就包吉纳夫来吃，应景一下而已。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会包吉纳夫？随时想吃随时包，像你从嗯，遥远的地方来的，对一定要吃麻布，表示非常欢迎你这样子。不然你知道台湾为什么有端午节？屈原，屈原，他是本来他是被大家认为他做什么坏事嘛，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有罪，然后因为那样子他是自杀了吗？被人家误会后，他就投江自杀，对，然后是不是？对，你还问他？自杀了之后，大家都发现其实他是无辜的，所以他们就是赶快抱粽子，然后划龙舟到那个他跳的那个河，把粽子丢进去，所以鱼不会吃到他的身体。这怎么？谢谢。他没有罪要怎么说？那刚都巴沙流，迪马九。我们不沙流，你们就被误会了嘛吼。他没有罪。不是喝醉的醉哦。我以为你在说我嘞。对，不是不是 drunk 呢。哎，对 ，drunk 就是马布劳的意思。对，马布劳。马布劳。然后它这个叶子要记得要吃，可以这个拉比露。对，拉比露要吃，这个也是一种中药啦。是这样可以让肠胃蠕动，对，帮助你顺畅。但是外面的芒草不行。对，这个是等于是保护它不要破掉。对，固定的感觉。你越来越进步了呢。有好的老师，学生学得快。没有，学生聪明。我要问说，你是包什么口味的？俺妈熟悉你不寂寞。 What kind of filling do they have？ 美国人会怎么诠释这个东西？我们会用中文的饺子这个字 dumpling，然后像如果是种子的话，我们会说 rice dumplings or glutinous rice dumplings。济南妇的话，可能我们会说 Paro pork dumpling。这个我们要煮多久？差不多40分钟到50分钟。啊，然后呢，那就比较大啥就差不多个5点嘛就。那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然后首先这个绳子，查理斯、芒草、拉比鲁、甲酸浆叶，巴豆，然后鱼，七稿，这是小米的，噔，超好吃的。你将来生多抓干木狗，你可以怎么做？把盖人给我。老板，我今晚再加一个。你说是几缸？半斤几重了？一个老板。阿布来哟。